现在我们先来看音标书写的得分策略。如果你想要通过中高级认证，音标书写就不能0分。下面我们就来看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。一开始先写出题目要你写的音标，比如这一题，阿妹请 Queen Cam， 你就写出 Queen Cam 的音标就可以，其他的不用多写。拼音的第一步，我们要先会念这个语词，也可以说会念就比较简单，去把它的音拼出来。这里我们看到的字，大部分都会比较难，比较特别哦。我们来试试看下面这几题。想要把这些词汇的音标写出来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客语发音的正确念法。比如说，蒙音喉瓦本，瓦本，放没动，桑腔，桑腔。我们写完后，还要记得检查一下韵尾。比如说双唇音的或者讲入声韵尾 b 的 g， 跟我们的嘴型有相符合吗？接下来来看例子，像第一题，推南差掌改差掌，看到不用太高兴，虽然大家都会念，不过还是要小心检查韵尾。差掌的掌是 z am 掌，这个音嘴唇有合起来，所以韵尾要写 m。再来，哀共圣题和动杂整，杂整，这题就要特别注意杂这个字 ，z up 杂，嘴唇有合起来，所以韵尾要写 b。再来，近亲动不尊，这两个字都是入声字，不尊，不z 我尊，我尊。这两个字都是入声舌尖韵尾，所以要记得把韵尾的写进去。再来看法卡表染，法卡 f 啊法科呀卡法卡，这题就要特别注意卡这个字，卡科呀卡这个字嘴巴有打开来，是入声舌根韵尾，所以要记得韵尾写歌。安用长走的全部写准确，那都分数哦。每个字的声母、韵母写好了，声调也要注意。海陆中平调的调号，像是数学的加号，要记得写上去。比如形容，容就会加上中平调的调号。还有口语念变调，写音标的时候要注本调。海陆腔调号二声的字，在念的时候，后面接任何字都会变调成中平调，但在写音标时，仍旧需要写本调，因为念法与注音声调的写法不同，要特别注意，不要注错了。帮大家举个例子，点心的点，念点，中平音是因为变调，但音标书写仍要写本调二声。公改的公，念公，中平音是因为变调，但音标书写仍要写本调二声。第三个 shoe boy 的 shoe， 念 shoe， 中平音是因为变调，但音标书写仍要写本调二声。